主播，花剑刀妹强不强？强不强先别管，反正队友已经默默给我点了2个赞。你看这把魔法飞弹点亮他们快中求稳裁决时，激活了神龙烈焰羁绊，看着和刀妹不搭，实则很能耐。出装路线起手花小剑，接着毁坏仪式3项之力死亡之舞绿甲，再穿个水银海，你就是团队核心，能打能抗能奶，自己还能恢复兼刷盾，一把下来少说治愈队友个18000。那话不多说，接下来跟随主播第一视角，看看花小剑刀妹如何力挽狂澜，拯救队友于水深火热。如果你也尝試這套玩法，不說9成吧，2成勝率也是有的。吹熄愛的夢，為何 love is gone gone gone， 全部散在悠悠半空，霓虹照亮痛，換不到心動。Just leave me alone alone alone， 留下我在記憶裏沉重。前面的晚風，吹熄愛的夢，為何 love is gone gone gone， 全部散在悠悠半空，霓虹照亮痛。換不到心動 ，Just leave me alone alone alone， 留下我在記憶裏沉重。愛令我沉重，想你懂，可你始終不會懂。1秒鐘，喉嚨全流洶湧，訴說捨不得放手，但是落淚並沒有用。我再告白，你再告別，最後故事心痛。只有苦澀，只有冰凍，只有連場噩夢。不顧一切不變的我，晚晚未能受控，等到換來是夠鐘。前面的晚風，吹熄愛的夢，為何 love is gone gone gone， 全部散在悠悠半空，霓虹照亮痛，換不到心動。Just leave me alone alone alone， 留下我在記憶裏沉重。愛令我沉重，想你懂，可你始終不會懂。1秒鐘，喉嚨全流洶湧，訴說捨不得放手，但是落淚並沒有用。我再告白，你再告別，最後故事心痛。只有苦澀，只有冰凍，只有連場噩夢。